大家好，我係胡依文老師。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本圖書。呢本圖書個名稱叫做《誰先吃桃子》，作者係尹亞海，出版社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我哋一齊睇下本故事講啲乜嘢。呢本故事係講一班動物喺森林裏面，有一班動物，例如有長頸鹿啦、大鱷魚啦、猴子、犀牛、兔子、毛毛蟲，佢哋都好想食紅彤彤、香噴噴嘅大桃子。佢哋都提出咗唔同嘅標準去決定邊個最有資格可以食呢一個大桃子嘅喎。例如係生得最高嘅，又或者係體重最重嘅，又或者係嘴巴最大嘅，定係耳仔最長嘅呢？佢哋諗盡各種各樣嘅方法去揀，究竟邊一個係最有資格嘅？大家估唔估到最後嘅發展會係點嘅呢？肯定超乎你哋嘅想象。我哋一齊估下，究竟係邊個最後食到呢一個桃子？佢哋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發現呢一個揀桃子嘅標準，原來全部都同我哋學嘅數學好有關係。例如高至矮啦、輕至重嘅排列啦、小至大、短至長、肥至瘦，以至長至短、多與少嘅比較。想知道故事嘅發展係點樣嘅話，請大家去圖書館借呢一本《誰先吃桃子》呢本書啦。多謝大家。